东港风兴2号失踪5天，昨发现人甲船落。昨暝伫海巡人员的护送之下，到高雄的兴达港海巡基地离清疑点，专案小组透明调查，并无违法的代志。风兴2号伫早起7点外顺利回到屏东的盐埔渔港，船长一转去厝，家属就为伊准备猪脚面线，去掉这个水温。 失联5港的风兴2号渔船，昨中到海巡人员伫鸟鼻头西南边45海里所在发现了后，暗时11点外顺利回港。这家在慢慢靠近了，后面的好像就是海巡的。是讲海巡人员并是将渔船护送回东港市到高雄兴达港海巡基地，针对各种疑点去调查。因为毋若中岛海巡人员伫海面上找到人的时，先放送无得到回应，当时船的动力敢若要正常。 毛资深的船长讲，即摆船只拢会按会使知影渔船伫倒位的 MS 系统，就算无按嘛，应该有这个底配无线电，会当互渔船各种的时来求救。是讲这物件拢无用。大电力，歹呀，所以无够电。卫星电话迄个充电用的充电器无炸，然后卫星发报器佫有出问题安尼。啊，毋过当时故障安尼，当时有这状况。船长讲是设备旧，无线电佫无电，才会失联。 专案小组调查了后，无查到非法的代志，地检署才同意放行。早起7点外，转到屏东盐埔渔港，船长厝内人早就穿好代表转运的猪脚面线。哎呀，好心情，阮头个嘛拢，啊无2日好，阮2个安好2日。 平安转来到厝内，老爸老母甲查某囝总算松一口气，会当团圆，对因来讲真正是真无简单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